各位1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吉利539。来看1月20日礼拜六开出来号码：0607153537。内顶一支1月24，10粒号码有9粒号码无出来。继续来看1月26，男者提供10粒无出牌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02、05、08、10、13、16、21、22、32、36、02、05、08、10、13、16、21、22、32、36以上这10粒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感谢收看。